國際電單車聯會迷你 GP 東南亞系列賽第6場，香港車手張恩傑包辦2回合冠軍。第6場次回合壓軸舉行，2號車香港嘅張恩傑排頭位起步，大部分時間保持領先，總成績頭2位先有資格出戰年底喺西班牙舉行嘅賽事，爭奪世界冠軍頭銜。賽前喺總成績領先、白色頭盔中華台北嘅錢品琪，今場首回合同總成績第2嘅張恩傑鬥得激烈，錢品琪因發生碰撞未能完賽，令到張恩傑順利攞到冠軍。戰車似乎受到影響，次回合排第9位起步。不過錢品琪好快就重回前列位置，一路進逼張恩傑，尾段試過上到第1，只係隨即俾對手重奪領先。最終張恩傑首先衝過格仔旗，包辦2回合冠軍。攞到亞軍嘅錢品琪仍然以些微優勢保住總成績領先位置。首先我就好開心啦，因為由於琴日嘅比賽之中我就有一場炒咗，好不幸，但係今場就我覺得我發揮得好好咯。就好可惜就係得第2咯，但係其實都唔緊要，都可以出線。同日進行嘅第5場電單車錦標賽，澳門車手梁偉森喺迷你電單車賽2回合分別攞到1冠1亞，而 150cc 4衝程電單車賽由香港嘅張啟文2回合封王。澳廣視記者關文卓報道。